休息。休息。高士倫巷啊，呢條啊，咁啊呢條高士倫巷掘頭噶啦，因為前邊嗰度已經係圍蔽咗嘅一笪爛地嚟嘅。高士倫巷巷口呢度有一檔專門即係修補衣服啊、皮箱啊、雨遮啊嗰啲手工作坊啊，今日休息。老西關舊城區啲仲未改造嗰啲小巷啊，咁啊因為以前啲舊屋咧就冇廁所嘅，所以喺老城區啲橫街小巷入邊好多公廁。土興對巷啊，呢座估計係工房啊，圍蔽喺度修整啊。咁啊，呢啲小巷啊，真係好窄嘅。土興對巷16號。呢條土興對巷咁啊，俾市場分開咗兩橛。咁啊，西邊呢一橛咧都係掘頭嘅。鴻福西街。你放在伞上还要麻烦，他会拿出来哟，他会来拖。哎呦，那让我们帮你马师说了，丢到哪里去了？即係有米睇到，有冇米睇唔到係嘛？幸福新村，我都係第一次行入嚟嘅。咁啊，呢個幸福新村啊，睇嗰啲建築就似係即係50年代嘅時候蘇式建築啊。矮兩層嘅瓦杯頂，咁啊呢個新村估計超過半個世紀啊！我都係第一次行入嚟嘅，平時好少聽到呢個幸福新村。咁啊呢啲樓暫時仲未拆，破舊舊。咁啊喺廣州仲有好多啲舊樓啊、舊區咧都仲係咁嘅。咁啊，佢右手邊呢層雖然係高啲嘅，但係睇落去都似係70、80年代時候建嗰啲宿舍嚟嘅。幸福新村啊！
咁啊，呢個新村估計啊，以前係屬於可能嗰啲喺鬧市之中，好難得仲見到有一個咁古老嘅麻石牌匾啊，荔灣東藥啊！哇！呢條巷啊，由東往西一路行入去，睇下可以出到邊度嘅。我估計應該就係掘頭嘅呢條巷啊。哦，都好長喎呢條巷啊！咁啊，剩低呢一橛仔啊，老城區入邊都仲未改造。佢旁邊咧就係動感小西關嚟嘅。哇，好長喎！你唔行入嚟，你真係唔知呢啲巷啊，仲咁原始、咁古老啊！入邊呢度仲住咗好多居民嘅。荔灣東藥大街，咁啊依家又拐個彎咧，又從南往北啊！荔灣中一巷呢條啊，可以講係旺中帶靜啊！你行入嚟呢度啊，好寧靜啊，聽唔到出邊嗰啲行人啊、車嘅嘈雜聲啊。咁我聽到有啲廣播聲咧，就係從嗰個動感小西關嗰度傳過嚟嗰啲廣播聲。哦，呢條洲門路咯喎，已經係穿咗過嚟洲門路後座喎，1號後座啊，即係。理論上係呢一度可以行翻出去洲門喎，呢啲應該係集體宿舍嚟嘅。荔溪中二巷，哦，掘頭嘅，你一路行過咗成100米先入到嚟，篤篤呢度係掘頭嘅，所以就旺中帶靜。咁啊，如果你唔熟呢啲環境啊，跑咗入嚟啊，真係走投無路啊！荔溪中二巷，咁我沿路行返出去。我試下喺入邊兜下，睇下仲有冇第二條路行返出去荔灣路嘅。咁啊，前面有啲走火通道嗰啲指示牌，轉右應該可以出返去嘅。啊，係啦，荔溪東二巷呢度啊，荔溪中藥大街。哦，呢度另外有一個巷口行返出去，荔灣路嘅。哇！呢啲屋啊，都好耐時間㗎啦。咁啊，睇佢嗰個巷口啊，同嗰個荔灣路係即係唔係水平嘅。呢度嘅地勢係低咗嘅，
哇！如果落大雨啊，呢啲地方啊，成日都會水浸嘅呢啲啊。門口呢度啊有一檔即係配時啊。我行翻出嚟呢度。呢個天窗。呢啲啊應該係以前嗰啲廁所啊，或者係啲廚房咁嘅，一戶一格嘅。呢啲啊入邊係公用嘅廚房啊，好耐啊！呢啲屋啊，拆一間就少一間㗎啦，而家。